李小龍係咪香港英雄啊？係啊，英雄係點㗎？係咪要好嚟，識打交先至得㗎？李小龍當年自己拍，自己企出國際影壇。唔係㗎，至叻嘅英雄唔係打交最勁嗰個，而係喺最驚嗰陣仲企出嚟嘅嗰個人。個仔聽完眨咗下眼，冇出聲。個仔喺2019年深秋出世，嗰年佢乜都唔會知，而我一世都唔會忘記。嗰日肚痛，佢要出嚟啦。我瞓喺後座，隔一陣就係一輪陣痛。車窗外面有蒙面人一直用手喺度拍車身，個車喐唔到。後來警察嚟到，用盾牌逼出咗條路，就係咁趕到醫院。有咗你，獅子山仲企喺度，但係山腳下啲人都病咗。個仔問我嗰陣有冇人話大家唔可以咁做㗎？有㗎。曾經有個議員喺立法會入邊力排眾議，四圍立即係噓聲同埋喝倒彩，但係佢冇停，因為少數唔代表錯，唔敢講先至係輸。有個高級督察連續做咗30個鐘，凌晨佢奉命阻止暴亂蔓延，有人圍住佢，話佢傷人，話佢舉起武器，佢冇解釋，只係企喺度死守住條路。有個記者響成條路都係同一種聲音嗰陣，將真相寫出嚟。第日有人鬧佢，佢冇解釋，繼續寫低每一句真心話。有個律師喺法院門口俾人圍住鬧幫兇，冇良心，佢推開道門行入去，因為佢知唔入去法律就冇人撐住啦。仲有個普通人鼓起勇氣選擇出庭講出真相，佢知道聽日屋企樓下肯定有人鬧佢，出庭之前先將個女送咗去嫲嫲屋企。上庭嗰日，佢喺證人席上講得好冷靜。呢啲人冇揀明哲保身，佢哋企咗出嚟，唔係因為佢哋唔驚，而係因為佢哋知道有啲嘢講唔得。媽咪，我都要做英雄，做李小龍，做叔叔阿姨嗰款英雄。守住獅子山精神嗰班人，所有咁喺人人失語嗰時開口嘅人，因為有你哋，香港變得真係好。